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足久无来到恁中间，真欢喜，过来跟恁斗阵敬拜上帝。我的台语也是甲旧年同款，无法度讲到。希望有一天我会使用台语讲道啊，安尼袂晓听了讲哇，拜托咧，讲较紧咧。我要接下来用几个礼拜的时间呢，跟你们一起分享1月、2月，我要跟你们谈一个主题，就是约瑟这个人物，你们熟吗？很熟悉啊，约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我在前一段时间在读的时候，在我们教会跟他们一起分享。那我觉得上帝用这段故事呢，帮助我非常的多，带领我走过一些我生命中非常的低谷、非常的困难的时间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故事，也希望跟你们一起分享。约瑟的故事非常的精彩，他很年轻、很年少、很天真。天真好不好？好，天真让约瑟呢吃了很大的亏。他被出卖，而卖他的人是他的家人。他的家呢一点都不好，他的家用英文来讲叫 dysfunctional， 是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。父亲没有做好父亲的角色，孩子也很不像话，兄弟之间呢斗来斗去。他是一个被偏袒长大的孩子，你有没有被偏袒过呢？你会不会偏袒你的孩子当中的某一个人呢？偏袒好像让约瑟得到一点点好处，但是呢，偏袒却让他被人家嫉妒，被人家虐待。最后呢，他被卖，他卖到很远的地方去，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他只有17岁。他去到第一个地方工作呢，离开他的爸爸去工作，就遇到职场的性骚扰。这是圣经故事里面很早就开始有的一个，他被一个女人骚扰他，性骚扰，最后他被丢到监狱里面去。他帮助别人，但是别人很快就忘记他。我们会不会在约瑟的身上看到一点点我们的影子？他在有些地方跟我们有点像。约瑟怎么样走出他的人生的苦难？我们如果基督徒都很熟悉他的故事。那到最后，他高升做埃及的宰相。他是怎么样走过这一段非常的，用大卫的话来讲，就是死荫的幽谷？为什么他可以走过来却不遭害？那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他的故事，好不好？连续几周的时间。约瑟的父亲叫做雅各，他很偏袒约瑟。我们刚刚讲了，偏袒没有让他得到太多好处，只让他得到一点点好处，反而这个偏袒把他整个家庭带到一个很大的灾难里面。约瑟17岁，他的故事从17岁开始讲起。我记得我囡仔时读过一本小说，白先勇写的《寂寞的17岁》，有捌读过吗？寂寞的17岁，他在那个非常寂寞的17岁呢，他很好事，很多事。他哥哥是一群常常在做坏事的人，他就把他哥哥的坏事呢，就报到爸爸那边去。他爸爸不一定能够做什么，但是他哥哥们知道这个家伙又在告我们的状。有一天，约瑟做了2个梦，他梦到全家跟他下拜。这2个梦的意思差不多。这个人呢很天真，他说：“你们跟我下拜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他就把这个梦呢告诉那些哥哥们。哥哥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圣经说更加的仇恨他。哦，这口你找死！你平常已经让我们很嫉妒你，你还做一个梦，你是什么头脑在做什么梦？你每天在想什么事情？你觉得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很爱炫耀自己，是不是？很天真。其实他是一个信仰很虔诚的人，
他也是对家庭非常的忠诚的人。他爸爸叫他出去找哥哥，他就出去找哥哥。在约瑟的生命当中，他有一些优点，他有很大的弱点。上帝两个都看见，上帝看见约瑟的优点很棒，上帝也看见他的软弱，但是上帝选择与他同在，却没有特别要与他的哥哥们同在。那我们要问为什么？约瑟的生命当中前17年，从出生到17岁都跟他爸爸在一起，然后呢被卖掉以后呢，有20年的时间他跟他爸爸分开来，然后他爸爸又回来，他爸爸又跟他在一起17年，他爸爸就死了，所以他跟他爸爸总共在一起就是前面17年，后面17年。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，在约瑟的生命当中经历到很多的混乱，很多的挫折，上帝却一直在保护，一直在跟随陪伴他。上帝从来就没有放弃约瑟。约瑟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，他性格中有一些软弱的地方，但是上帝却一直与他同在。所以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呢，永远在任何环境，永远都不要放弃上帝，好不好？在任何处境都不要放弃上帝，要对上帝保持盼望，他一定会带我们走过我们目前的艰难的。约瑟做这2个梦呢，内容都是一样的，他的父母亲、他的哥哥们跟他下拜。约瑟一直在想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梦的意思。他爸爸呢，只是把梦放在心里面，在想，看看有一天他会是怎么样发生的。那约瑟呢，到了17岁那一年被卖掉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说，这个梦跟我原来想象要怎么样发生呢，是不一样的。他要经过了20年跟他的爸爸分开来，他才慢慢的明白这个梦对他的意思是什么。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上帝是那个大的导演，他的人生好像一出戏一样，他不知道这个戏要演到哪里去，等一下会碰到谁，但是呢，上帝是这出戏当中的大导演。上帝对他的生命有一个旨意，要带领他去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去到一个他从来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未来。在最后了解这个梦之前呢，对约瑟来说，这个梦对他来讲简直是一个笑话。我爸爸妈妈跟我拜，我哥哥跟我拜，你看我今天到哪里去？我2只手被人家绑起来，我被送到了这个埃及，当法老王，当这个法老的这个护卫长，他们在他们家工作。他觉得呢，这个梦好像一个笑话，在笑话他。你这个做白日梦的家伙，你以为你会怎么样怎么样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。看看你现在是怎么样？你以为人家会跟你下拜，你还要去跟人家下拜呢？在这20年当中，约瑟他发现了没有一件事情照他原来想象中的会发生。可是在约瑟的里面，他对上帝的那个信靠，他一直都没有改变。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地方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里面对上帝的那个信靠呢，永远都不要放弃。一直到故事从37章一直到50章，到故事的很后面，创世纪很后面，约瑟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，他说他有一天他突然明白过来，他看到他的哥哥们跪在他的面前，他才明白过来。他说了很重要的话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你们的心好坏好坏哦，你们想要害我，但是呢，你们没有害到我。好，有，你们害到我，让我离开爸爸，让我去吃了很多苦头。但是最后来讲，你们想要害我，你们没有真的害到我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。英文说 God meant it for good， 上帝的意思比你们还要大。你们想要害我，你们想要掐住我，你们掐不到我。上帝的意思呢是好的，
因为他要使许多的百姓存活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如果你没有读过创世纪，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但如果你对创世纪后面有一点点印象，就是他的全家从迦南地来到了埃及，他成为一个宰相，让他们全家有饭吃，保护他们的性命。到了那一天，那是20年之后，他突然间才明白，上帝的意思比你们的意思呢要高过太多了。你们想要害我，没错，我了解，但是你们没有害到我。上帝借着你们害我这件事情来保护我，而且要保护你们。然后呢，前面的故事就讲到，有一天他的爸爸就派他到田里面去看他的哥哥们，你去看一下那哥哥们，他们在哪里，他们好不好，去帮我看一下他们。圣经说呢，约瑟他一出门，他就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迷路了。他到这个山上去，到旷野去，哇，不知道这在哪里？哥哥们在哪里？看天空的星星，看太阳方位，他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。圣经说他就在田野走迷路了。你说圣经那样这么写那么多的 detail， 写那么多的细节做什么？我们原来后来才知道呢，连约瑟走迷路这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。为什么呢？他迷路绕了老半天，最后他问别人说：“哦，哥哥，你的哥哥们，我有看到他们往那边去，往那个地方叫多丹，你去那边找他们。”就是因为他在前面迷了一大段路，然后呢，他去到多丹找到他的哥哥们，他的哥哥们就把他抓起来，怎么样呢？把他丢在一个坑里面，然后等着一个去埃及卖东西的商人从那个地方经过。就是因为他迷路，他浪费了时间，所以呢，他到多丹的时候呢，他可以等到那些商人来救他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连他走迷路这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旨意掌管底下。可是约瑟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就是懵懵呆呆的就被抓起来，丢到一个坑里面去。但是他没有想到呢，他被丢到这个坑里面去，这个坑是带他到埃及法老王的王宫最短的路程。你要去找法老，你找得到吗？你要进去法老的王宫要求他，你求得到吗？不可能。但是当他被丢在这个坑里面的时候，他的下一步路就是最靠近埃及王的法老的王宫，因为他到了法老的护卫长的家里面去。原来约瑟的那个梦，实现这个梦最短的距离，是他被害，在上帝的旨意中他被害，他经历苦难的距离，是他实现这个梦最短的距离。圣经要告诉我们，他的人生所有的路程都在上帝的 providence。providence 是一个非常大的、非常重要的字，中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护理。护理，听我这中文，护理长，我们在台湾叫护士，都称他们叫护理师，对不对？上帝是那个最大的护理师，他在保护约瑟，即使别人要害他，上帝的手呢伸在他的生命当中，别人没有真的能够害到他。好，但是他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他就离开家，就往这个埃及去。他失去了他的哥哥，他失去了他的爸爸，也失去了他的同胞的弟弟便雅悯。约瑟的心情好不好？他不会想到说，哇，我在上帝的手中，哦，太棒了，我们去埃及旅行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想，天哪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里面非常的孤单，非常的害怕。17岁是一个刚刚成年，在犹太人里面呢，18岁是要去结婚，17岁还没有成家，还是一个年轻人。他经历到了破碎，他经历到了伤害，他经历到最亲爱的人去出卖他。在你的人生当中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？
我们落在一个我们完全不想要去的地方，我们被摆在一个处境，我们希望赶快离开这个处境，但我们没有办法离开。我们有的时候会抱怨说：“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上帝，我每个礼拜天都来这边敬拜你，为什么你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？上帝啊，你好残酷哦！”有没有听过别人这样子讲上帝？可是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跟上帝发过牢骚？上帝啊，你好残酷，你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？但是呢，约瑟在当时，他无论他的心情怎么样，他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手并没有离开他，这是上帝要医治他的一个过程的开始。这个家是一个 dysfunctional 的家，是一个非常破碎的家庭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信赖，人与人充满了防备，充满了猜疑，充满了嫉妒。我不会觉得我弟弟很优秀，被爸爸喜欢，我就够他秀，够他勾结。没有，我看到我弟弟被人家喜欢，被我爸爸喜欢，恨得不得了，巴不得你去死掉。这样一个家庭，上帝要借着约瑟来医治这个家的每一个人。他不是要只是让他们有饭吃，到埃及去，然后有饥荒，有东西可以吃，有东西吃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上帝最后要来医治这个家庭。所以我们可能到第7周、第8周，我讲这个约瑟的故事，你就会看见。有一个神学家，他叫做卢云 （Henry Nouwen），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非常重要的一个荷兰在美国的一个神学家。他也来过加拿大，在加拿大对他生命有很大的一个改变。他在解释人的处境遭遇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们常常活在一个英文叫做 social compulsion 社会强迫症底下。”有听过吗？有的人有一种心理上、生理上的强迫症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很多的人，甚至说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活在一种社会强迫症底下。这个社会强迫我们，要我们创造出一个 false identity， 要我们创造出一个虚假的自我的形象。在社会强迫我们创造这样一个 false self、false identity 的时候，我们会在一种处境里面呢，我们会要一直加强我们的自我的肯定。怎么样加强呢？我们一直在看我有没有被人喜欢，我有没有被人羡慕，我有没有被人家赞美。我在家里面，我在公司，甚至我在教会，我有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赞美、关注、喜欢？还是我在家里面有没有被人讨厌？我有没有被我儿子讨厌？我有没有被我的父母亲讨厌？我在教会，我是一个被人家喜欢的人，还是被人家讨厌的人？我们常常会在这种社会强迫症底下呢，去塑造出一个虚假的自我来。这卢云讲这个话很强。卢云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跟耶鲁大学教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，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于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强迫症的底下呢，我们会把我们很害怕失败这件事情把它藏起来，不要让人家看到。我们要表现出一个，我不害怕，我下面都没得惊，我会表现出这样的样子出来。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害怕，所以我们想要聚集更多的工作，我们想要做更多的事情，我们想要有更多的钱，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害怕。在这种社会强迫症底下，我们想要有更多的朋友，我们想要在教会、在家里、在社会、到社团、在工作的地方，我们想要成为一个被人家喜欢、被人家欢迎的人。于是我们的内在世界会产生2个敌人。这是神学家在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。这2个敌人，一个叫做愤怒，一个叫做贪婪。愤怒就是当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得不到的时候，我们被剥夺的时候，我们被抢夺的时候，我们被藐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产生愤怒。在家里也好，在教会也好，在社会上，我们想要被尊重，我们想要让他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，你不要这样对待我。
可是我们还是被人家错误的对待，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愤怒。还有呢，当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会产生贪婪 greed， 贪婪会在我们里面焚烧起来，烧起来。所以社会强迫症，这个社会无论你叫它叫台湾，无论它叫加拿大，叫美国，在任何社会里面，人们常常被社会强迫症去逼我们塑造出一个虚假的自我来。我知道我在教会是装一个样子，我在家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，我在公司是一个样子，我回家是另外一个样子，2个3个都不是我自己。因为呢，我在构筑一个虚假的自我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害怕失败，我害怕被拒绝，我害怕被藐视，我有太多的害怕，所以呢，我要创造出一个虚假的自我。这个贪婪跟愤怒，卢云说像2个双胞胎的兄弟一样，他们要把我们的灵性，把我们的 spirituality， 把我们的灵性呢带向毁灭。我讲到这边，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好，这个跟约瑟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很大的关联性。卢云说呢，我们要怎么样逃离开这一艘要下沉的船？这个社会强迫症，借着工作，借着成就，借着奖赏，借着薪水，借着给你的办公室的大小，借着很多很多的方式呢，让你去塑造一个虚假的自我，不是上帝创造你的那个真正的自我。所以这一艘船迟早它会沉下去的。卢云告诉我们呢，怎么样可以逃离开这一艘要下沉的船呢？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安静独处的地方，了解吗？礼拜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跟这个世界跟外面的工作呢隔开来，我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这个安静的地方让我面对上帝，也面对我的自我。除了礼拜天以外，你在生命当中你需要有一些安静跟独处的时间，把你的手机关上，把电脑关起来，请跟你的配偶说，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安静在这里，我需要一个安静独处的地方。对约瑟来讲，他离开那个 dysfunctional 的家庭，那个功能失调的家庭，他被卖到埃及去，他离开那一艘要下沉的船，他被上帝放进到一个大的火炉里面。卢云称这个火炉叫做转化的火炉 ，the furnace of transformation。上帝要来改变，要来转化约瑟的内在世界。他那个17岁的梦，不是照他想要的方式就可以发生的，他需要经过一个非常严厉的转化的过程。于是上帝把他从那个混乱伤害人的家庭里面把他抽出来，把他放到了埃及去。埃及很危险，但是上帝会保护他。所以约瑟在17岁那一年，他离开了这个功能失调的家庭，这个要毁灭他的人性的家庭。如果照着他以为的，所有人都要来拜他，你看这个梦呢，所有人都要来拜我，他会走向一个毁灭的道路。因为他凭什么要人家来拜他？他有什么了不起要人家来拜他？他会完全走向一个骄傲，或者是狂妄，或者是一个虚假的自我的一个毁灭的地方。但是呢，约瑟在17岁就被拔出来，离开这个家庭，他被20年的时间被丢到埃及去生活。那个地方的语言他不熟，文化他不熟，人生地不熟，没有人他认识，他全部在一个 isolated， 在一个 solitude， 在一个孤独的独处的环境里面，他去面对上帝，而他把他所有那个虚假的自我呢，全都被烧毁掉。上帝把他放在这样子一个火炉当中去转化他的生命，他里面的天真也好，他里面的狂傲也好，他里面的非常的敬虔也好，
它里面的忧伤也好，上帝都要把所有的这一切，把它放在一个火炉当中，让它经过焚烧。经过20年以后呢，约瑟他的自我的那个虚假的自我形象被烧毁了，他跟他的家庭的那个错误的连结，那个混乱扭曲的连结呢，被切断了。上帝才让他经验到，只有上帝可以让那个梦实现。你不要用任何人的方法让17岁那个梦实现，只有上帝用一个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式让那个梦实现。那个梦确实会那样发生，但是 how 怎么样发生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。你需要经过一个火炉一般的人生，经过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，最后他经验到这个家族的人，他的哥哥们，他的爸爸，他的弟弟，全都来到他的面前。他们来到他面前呢，讨一碗饭吃，他却拯救他们，让他们活下来。整个家族呢，约瑟有3、4次抱着他的哥哥们，在那里大哭特哭。他抱住他的爸爸，在那里大哭特哭。这个家到后来是成为一个得到医治、得到痊愈的家庭。所以约瑟他最后会说：哇，上帝的旨意怎么样？原是好的。 God meant it for good。 你们的意思很邪恶，你们想要把我除掉，你们看我呢就是眼中钉，你们不想要看到我，你们想要把我除掉。但是上帝，这位上帝，他的旨意比你们更大，比你们更高。他的旨意是好的，他不但要保留我的性命，他也要保留你们的性命。如果没有我，你们没有今天，因为上帝使我活下来，你们就有饭吃。对你来讲呢，你的人生有没有经验过像约瑟很类似的人生？如果你经历过这样一个像火炉一般在烧你，在转化你的生命，不要对上帝失去盼望，要相信约瑟所讲的话。有一天你也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：上帝的旨意怎么样呢？原是好的。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到这么多的残酷，这么多的不公平的对待，这么多的委屈伤害？我不能够接受，我没有办法承受得了。但是当我经过这些过程，我发现我的那个 false identity， 我那个错误的自我形象被烧掉了，没有了。我活出一个真正的我，真实的自我来。哇，我觉得这样子的我才是一个值得活下去的人生。我经历到上帝的爱，我经历到上帝的保护。如果没有这些混乱的人生呢，我没办法经历这一切。有一天你可以跟约瑟讲一样的话：神的旨意原是好的。就来吧，苦难来吧，挫折来吧，因为上帝会保护我。上帝是我们生命中的大导演，他在导演我们的人生。我想我好几位，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们，或是没有见过。你们知道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苦哈哈的，很悲伤，很难过，因为我的太太才刚过世，2022年，我非常痛苦在这边讲道。但是呢，经过了快要3年了，我说上帝，你的旨意是好的。虽然我不会觉得说我很希望你把我太太带走，但是你把我太太带走以后，你所带领我经过的人生呢，把我所有的 false self、false identity 那个错误虚假的样子呢，你把它整个烧毁掉。你让我可以过一个真实的我自己。我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我需要上帝的怜悯，我需要上帝的恩典。我常常跟上帝说：上帝，你要我做这么多事情，没问题。你要我去奔人比长老教会讲道，后啊来起啊。但是呢，我没有力气，我没有多少的能力可以讲道。如果你要我讲，你要帮助我。所以我今天就来到你们当中。我仰望上帝帮助我，不是因为我很厉害，我会讲道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办法。但是我在极大的软弱当中，我经历到上帝帮助我。
你要不要经历我所经历的？上帝也会医治你，医治你的家人，医治你的灵魂，医治你的身体的疾病，好吗？2025年，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带领我们经过的人生，不是我们设计的，也不是我们所想要的，但是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里面的信心和盼望没有减弱，没有放弃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都相信上帝的旨意原是好的，我们愿意去顺服你，愿意去跟随你，让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你所要成就的旨意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